今年台湾国际蓝电第3月19号正式闭幕以后，为了凸显真水的成绩单，台南市长吴伟铁甲农粮署副署长伫这民代贵宾陪同，特别发表成果。不管参观人次、兰花销售、农产精品的业绩，甲去年比起来，拢有大幅度增加。其中伫外贸协会协助，未来3、5档的外销订单，竟超过112亿。那今年的这个直接的订单今年超过2000万美金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以这15天的蓝展来讲，成果是相当丰硕的。也希望说明年台南400年，我们台湾又主办这个世界蓝展，所以跟我们台湾国际蓝展跟世界蓝展2展合一，我们一定会办得更加精彩，会让大家收获更多，不管是农民，不管是消费者，不管是市民朋友们，不管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，通通都有很好的收获。除了蓝电的直接效益，另外蓝电期间，台南市旅馆饭店的大房达到8成，假日竟超过9成，拢是间接的成果。同时，每年世界蓝电甲台湾蓝电2个展览合一伫台南，竟期待互蓝花产业再创高峰。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